live 啊，人當然我放到啲 Facebook 嘅，我睇把เป็นไร學見部 Facebook เป็นไร學見 special live show 㗎。快啊！嘿 ，pose 啊，想做未，yeah，得啦。係啊，各位聽眾，各位歡迎人到底來收聽本來學見嘅節目，something crash 喎，something crash。這禮拜咧，我人就會來做特別，這禮拜有特別嘅，唔知有人看哦，等我去 Facebook 看。這禮拜我做特別嘅現場錄音，因為我人到啲今日到啲美國慶祝，冇人看。我今日人做工啊，of course，拜個，今日拜個，本來。你冇做，人冇做。唔係見，這個禮拜咧，我就被甲大家講，你今日是拜一頂這禮拜啦。那 imagine 那當然是拜一啦。咱放心的時候是拜一嘛。了，人是馬路，其實我當今是馬路食飽，食飛機飽嘛。然後今日是飛機節。所以飛機節咧，我就專門是請我表嘅朋友到新加坡來找我，專門就是，你頂到咩名啊 ？Maggie 米啊？對 ，Maggie 米歡迎 Maggie 米，Maggie 米到啲後尾，Maggie 米咧，你話我使吹咧，他大聲啊，拍手啊呢，好咯，鼓掌，掌聲鼓勵鼓勵。哇！假俾吃，你話人拍手拍㗎？但我看過 live 人我唔知。那是講 live 有多人看喎，live 就是讓當今有人現場看到，你讓會使去 YouTube chat 那邊甲阮講話啦，我會看到。這禮拜咧，我會講嘅話題咧，就是講食火雞Maggie 米歡迎。感謝。我咧書本啊，好想講我咧細聲，講到只無。我係困一個 jet lag，OK。你嚟幾隻隻 jet lag？你這個我能報，你這個冇咪聽唔到你聲。我講話你大聲，佢聽唔到。啊，那個呀，啊那個係夠大聲，但我都講小細聲。了等陣喂，這我瞧唔見那個鏡啦冇？我看到你較濟。了，哎呀死瞧喂，了這個禮拜咧，我能特別講食火雞咯，然後每看咩面你頂到食火雞是幾時？2011年嘅事。2011年是8年前啊。對。8年前嘅時，你來到底食火雞？來這邊食火雞。你來正找我話，watching while working 啊 ，Headmaster Joe，感謝，感謝，今日攏是拜個嘛，係 Relax。頭隻頭唔知講啊，頭隻雞唔是，頭隻火雞。頭隻螺叫咩啊？唔知。
就講蛇王叫咩啊？只抓，隻蛇，隻蛇我冇一隻飛機呢。哦，安怎有人看機？咱飛機效應啊！哈，對，我有一電話人看，同埋翕嘅飛機效應。嗱，你講者，講下你頭先嚟。我頭一擺來食火雞時是2011年，了食就是好料啊，了8年後佢再收淚，佢再坐飛機來正食第一擺。其實我飛機，等我看看，我唔掉。即火雞 standard 咧是袂使加 hotel 嘅比嘅 ，OK？即係即是人用48點鐘嘅時間嘅點聲來 season，做個只串，了一個安尼 juicy，一節節。看到 crispy on the outside, juicy on the inside。嗱，我飛機。嚟做咩事？講做咩事？我咪做咩事？暑假嚟這邊傾照，這裡飛機啫。因為我只暑假這邊嘅氣氛在講好氣氛，即暑假正做勞作嘅氣氛。嚇對，แล้ว個真正傳統，安怎講？傳統，แล้ว我真暑假。即係美國嘅傳統啦，嚇對，紅毛人嘅傳統。美國紅毛人嘅風俗傳統。無想甲去大嘅 city 嘅邊嘅，你看呢？嗰啲壯嘅小人，你看呢？反正就是 relax 休息，食火雞。食火雞甲食紅，啊咪食蛇。食蛇。食紅。嗱，正校長講一段食蛇英。แล้วก็บ่มาแปะก็น้ำ I'm hungry ว่ะ佢哋นั่น飛機。哎呦 ，you miss the best。誒，你記頭一道你食誒普吉方法 I'm so hungry by looking at it。哈！我當然拍算我 computer 定一個拍了，我未互人看到我現場嘅效應也無互人看，未 capture 到我嘅 live 我嘅 photo 啊。แล้วanyhow 當今咧。你是暑假伊個咧阿嬤誒做勞作，但係阿嬤應該係咪食啊？飛機，飛機是紅嘅咯，係紅，水。有幾個數呢？是冇啦，這叫熱情嚟曉嘅。我做整嚇對，像飛機呢飛，飛機喺補袋咗喺行攞入面，即係啲阿嬤嚟嘅。我啲行攞入面就要，咱就有兩隻飛機互人食。嗱，要個話配咖喱，特別老雞。誒，你老就好啊，問講乜老啊？差無去咯，大王姐又靠你得水啫。問靠你得就你水掉啊！你講講，就你水掉 ，actually 差唔多呢，多3個月。冇啦。我3個月尾嘛，你1個月頭嘛。我頭又唔是頭，怪頭本了。20幾節 ，OK，阿冇對。然後2個月個減啫。嚇對，你看啊，哎呀，2個月之後嘅普及方法講 ，the background turn into red like in oven 嚇，對咯，當佢揾啲補料啊。嚇，熱情的沙漠。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講起頂到你頭一道食到飛機嘅時，你頂到嘅時啦，你把你頭一道來嘅時候，你捌食過飛機過啊？未係知？捌食過啊。แล้ว你感覺係是點樣？感覺是我食過嘅飛機是大嘅，因為伊肉是粗嘅。哦。然後伊皮是大嘅。特別我食飛機來正食嘅嗬，就是正是。一皮 garing，一把 juicy，了。你就頭對你頭一道來，你8年前食是到你 juicy 啊？
哈對，了去見到，對，特別要等8年後啦。對，哦，7個人看Maggie 咪，了8年來邊吼，我無去食火雞啊，because 我要等了。你純情，伊無一中一中，伊袂使去食別人火雞，甲人食我的火雞，呀，對。Medellin working now but watching you. Hey, Medellin 歡迎，哇，搞人抓昂啊，啷得得咧？你解表講美國對個邊啲學見咪古啲慶祝掉火雞節嘅事，可能幫嘅可能抓昂啫。แล้ว你食到了你ราซา一配切切了入面伊個白個有汁。แล้ว食到แล้วก็別行咧，別行加配食火雞是配咩？我哋暑假食的是火雞啊。你講那食火雞？別行物件哈，嗰佬是咖喱飯呢。potato 咧？potato 好食，because 我切咧，切個要死。係梗係這樣，幾本就5本。哈，唔是6本咩？冇5本。個本咧，佢切皮咧，切皮咧，佢切一粒一粒。削皮一個切一粒，我自己講個死。半寸嘅粒。呀，我馬上要訂淡薄嘅。好慢啊！咱只是個別，同佢講我都冇得有，你我想講嘅實都冇得有。你個身材結，咱落了，咱去食。我想你推嘅吧，哦，就是。落了，我人確定落了嘅時，我人做攏去邊啲學見嘅 Instagram 對。邊啲學見 Instagram 是邊啲學見咯？你去 Instagram 隨邊啲學見對，隨到邊啲學見 Instagram 啊！一對我人啊，確定忘記係是我 live 到啲 Instagram 會，嗱目榜到 Instagram 會哦。對。嗱目榜啊，確定攏要對話嘅，攏是琴日去通知到朋友，就是叫咱買訂啲接證啊，攞 YouTube 嘅人攏特別 subscribe 下一邊嘅啊 ，subscribe 啊，但接證嘅下一對通知到啊，攏就再講我真無啥無數字，紅險乜嚟。去現場咯做戲嘅時候，啷個知啲嘛？啷個咪去 subscribe 冇 subscribe，咪咁樣通知你朋友啊，你嘅醫保啊，你嘅衫褲啊、七夕啊，姨媽姑姐衫褲落婆，咁你試劍啊，乜拍到話講叫人笑聽，還是對我對 Instagram 而家係顯示到啲 Instagram 係講話目幫，肯定我目幫。OK，然後講到今仔日你真正激心嘅事係咩？哈，我有激死面數咩？我唔知。有啊，你等無未？哦，哎喲，你啊講到我會一學眼淚要考啊。我等綠色食就是同佢嘅阿文就佢個狗嘅。零死我！我等9點，你講伊未落，你伊無落，你講哦10點，喵伊個無落。哦，11點，了個無咯。激死咩啦？我都無愛等啦 ，because 咪姑甲我講，你講咩哈？你講有時咪等伊隨緣伊個來，成個愛情啊呢，成個愛情你咪等伊個來。唔知係咪比喻啊？我都未曉講。因為愛情你時候愛來嗬，有時你日日等會等會幾好硬，咪是會錯好波啊！日日等嘅時，到啲每一邊等嘅時冇人愛嘅，แล้ว冇愛嘅時，冇人愛嘅時候，你買嘅時候，真係見啊冇插人嘅時哈，下時就嚟啊！冇辦法，每樣有 stuffing 哦 ，stuffing 啊 ，stuffing 是 sausage stuffing，個 celery celery 會切咯，切個水，切細粒，水就切 professional。of course。แล้วcelery onion 加 sausage แล้วก็ทำไอ้โรตีมันทั้ง stuffing 好了。嚇！咱目幫嘅時，咱會記看啦，確定我目幫嘅時，當然而家講起以後，我大講得有。OK，但係嚟講，咱講落股啊，哎呀，幫你10幾分鐘嘅。你咪落股？點半鐘啊？喂！死點半鐘啊！嗱，見咱都冇咪去講，咱咪嚟講，你嚟正式。有啊，咪只會嘅。會嘅是目幫嘅另外，目幫是確定到啲 Instagram 嘅嘢。
OK 講咱講其實就係冇其แล้ว都單教2019年8年後你個都對嚟，แล้ว你來教是你，即係冇想我感覺就即係嘅經驗咧有較濟冇想嘅，等到你就來教就是教會記嘛。對 ，because 我來就是拜五啊，我來時你拜五咩？唔是拜四？哦，是拜四。Thanksgiving 佢直接會記節，佢直接我教就去了，你講講，哦，我來在路，然後我會記啲阿文裏邊啲背了。對。嚇，แล้ว我就來教到攤食咯，特別一道冇想啊，我一道嚟嗰度做工啊，一道。頂一擺我是食。美國車對嚟阿三，冇新加坡車對嚟阿三計貴咧。新加坡鐳唔是印尼鐳。阿打死咯，阿打死啊！切裡面夾嘅咧有 standard 嘅嗬。係呢，你一出去就嗰度切物件，後嗰陣嗰度出去買 Prada 嘅幣，自己出嚟。唔是都俾我咩？唔是我帶你去買我蝕佬。我冇你蝕佬，你好奇啊！冇你買 Prada 嘅幣，我就自己買 Prada 啊！我買巴達嘅，你巴達出 bag 啊？巴達應該是冇啦。連中國都冇 Prada 咯。Prada 是落地 ，Prada 是你落地真係。嚇，係寫 Prada，中國本寫 Prada，特別可能唔是米蘭諾，是寫米露娜。同埋咱講未，我未招過。嚟講，頭先其實到嚟伊嘅經驗咧是安怎講啊？較完，安怎講？伊嘅經驗較濟物件，你知道嚟較早嘅事。所以較早來，你講咱頭一日來是咱就去買物件嘛，準備買物件嘛，แล้วไป買一罐酒。我早冇時間啉酒啊嘛，แล้ว我就未曉啉酒，แล้ว就帶 Maggie 咪去買酒咯。對，咱去做一間。我去 Trader Joe's，แล้ว伊個無賣酒。哦，伊唔是講無賣，伊有賣，特別無我愛啉嘅酒。你啉嘅酒係咩酒？我袂啉嘅酒。伊幫嘅酒幫嘅。聽好好淡薄。嚇。即有影嘅名咧就叫做 Moscato d'Asti。個誒。特別咧，我聽到咩？特別有人未曉講 Moscato d'Asti，佢只係講咩 Moscato 啥咪上鬼。Mosquito。你後尾我介講你叫 Mosquito 啦，你就去變嘅去變。Moscato di Addis。Sebenarnya mosquito oleh bang na. Mosquito di dengue. Moscato 啷都不聽過喲，當每個人係你很屌人仲不聽過。即係如果講就不聽過，講 yes 那是都不聽過。Moscato di Asti，當然咪曉啦。你不記旁旁講 Mosquito di ice cream。啲 ice cream，啲 mosquito 呢行是隻 ice cream 咪是幫背一掉頭啲 ice cream 就是 mosquito 啲 ice cream。Have nylon，係咪 nylon？mosquito 啲 ice cream 是 nylon 嘅啊？知唔知 nylon？唔知喎，係 nylon 喎。Have 佢個白咧有冇聽過 mosquito 啲 artist？我冇聽過咧，嗰陣咪叫我唔要講係咪啊？Marina Sand Bay， 我講 Marina Bay Sand， 冇我講 Marina 咩 Marina Sand Bay， 我講唔知係 Marina Sand Bay Sands， 佢真係講唔掉個 Marina Bay Sands。Marina Sands Bay 是我講嘅嚇。嚇 Marina Sands Bay 應該是 Marina Bay Sands， 我講唔掉。แล้วก็อีกคนคิดว่าเลย mosquito ดี dengue ดี atis ดี mosquito อ่ะ mosquito di asti mosquito di asti 嘅蕉啦，แล้วเอาไปวาง除掉แล้วนั่งต่อ除掉哦我到 Costco 除掉到 Costco 除掉 mosquito di asti 會40塊面嚇有嘢唔知10幾塊咩冇啦9塊幾啊真係是冇啦，頂10幾塊嚇。10幾塊咩？冇啦。10塊幾啊？我未記啊。未攞10塊啦。我未攞10塊啊。你
แล้วตะมองลิม哦แล้วว่า頭先啉到好似哦吉啲啲嘅喎好啉咯唔是好食啲啲咯啊好啉哦啲啲嘅喎講袂使啉酒特別會為啥我會啉淡薄 complain 我點淡薄呢無淡薄咯一束久會拗咯唔是 normal 會拗咯 OK 唔是平常時間啉水會拗咯是人啉酒會拗咯嚇這本呵見咩個會啉個รู้ลิม咩係咪話啉白白啉แบบว่าไปซ้ายว่าไปซ้ายริมสาวเจียวคำว่าเ會使啦佢哋 percent 有個嗬5%呢5%呢5.5%呢酒呢ก็ทำก็% แอลกอฮอล์แต่พี่จะเอาลิมตีๆ所以ก็ลิมสาวเจียว伊是 sweet wine 嚟嘛แล้วก็另外一 sweet wine คือ port 嘛你啱唔啱 port 本是 sweet wine เหรอ我唔知喎 port P-O-R-T 我唔捌啉過聽個人講but I prefer Asti Spumante 哇死係咪嚟係你 high class 我係咪嚟 Spumante 唔知係咩 The Asti 是什麼意思到 The Asti 而已想下是一做嘅味出產嘅 Moscato 咧 Moscato 同講起我成日捌聽過Moscato The Asti 你捌聽過 mosquito 都唔捌聽過咯 Mosquito 捌啦你看到這個位置阿明 Maggie 看到Moscato di Asti 唔是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ก็แล้วเราก็去 shopping 去買物件好咱物件就要煮物件咯對吹花基本吹幾那日對多幾年啦佢袂使 frozen 嘅，佢特別 fresh 嘅嚇咁就貴嘅一半唔是鐳頭咯以前呢伊個北行嘅嗬較便宜樣唔是槍你叫做咩farm 叫做咩樣在飼雞園嘅呀飼雞場因飼雞場伊花雞場飼嘅呢 all night long 是馬達嘅 bag 講唔是 mosquito 嘅แล้ว我去買我特別買花雞嗬是袂使生鹽水過樣只隻花雞樣是浸拍針鹽水入去嘅，แล้ว無就是有咧是拍荷爾蒙可以大咯，แล้ว你袂使有荷爾蒙嘅咯，แล้วก็袂使我要煮嘅辦法啦，你袂使有拍針，你拍鹽水針嘅嗬，伊雞肉帶啲鹽鹹嘅，特別一種伊肉若是有拍過針嘅嗬，伊煮嘅是伊是淡淡，但伊淡薄綿綿嘅伊肉，伊無像個講有成個食雞 texture 伊淡薄像個糊糊呢，所以我特別 try 去吹，伊無拍過針，แล้ว無拍嗰啲叫咩啊？荷爾蒙？有講咩？有拍針無拍針？有啊！我呢好嘅啊！伊 actually 那是伊無拍針嘅呢，伊到外口寫條無 no 荷爾蒙嘅。但是講伊都無寫咧，就是講有拍荷爾蒙啊。特別只無本咧，當然啦，冇咩人愛食啊。特別要緊嘅是咪浸過鹽水啊！伊白水腍腍嘅呐。所以我咪是去吹咯，吹無了，吹到頂住吹到一個時，我個想講，哎呀，即我係新加坡嘅阿嬸，買咗個姑來一刀嘛，買較好嘅 quality，伊嘅雞肉係，伊是講伊雞肉伊較香會雞味啦，較好食啊。然後咪是雞髀咯，唔是雞髀啊，髀係較好嘅 quality。哦，OK。你怪咧，佢就叫吹咧，個吹唔知會買是買買。research 誒，แล้ว後尾吹到了就往去買咯。買了伊會加到嗰啲一本乜幾啦50塊買，伊會加一本一隻50塊。佢有乜事？特別姑姑隻一擺嘛，我講唔要緊咯，姑姑隻一擺。然後我甲別人講，辦這時候我去 try 買嚟個辦嘢啦，煮看，伊味素清差哦，然後看唔得。我那是買殼膠嘅啦，一塊99類嘅啊，係你是普通嘅啦，所以變2塊一本咯。跟住
我發照個冇呀。你我俾兩塊啦，test 看兩塊一半咧，還是迄個四塊一半咧？我覺到底伊個清炒，伊個味素清炒，味素若無清炒，不當然買得貴啊。特別我若使伊個資料，若使伊隻特基個 flavour 加少。不要緊，個幾廿年後你去 try。我 try 冇上啊。try 㗎，你感覺會使嚟，我就嚟，OK。明年就使啊！會使啊！明年話對嚇，會使不？แล้วโอเค所以咧除咗飛機了時，你會甲人講下話飛機除了安怎準備話飛機呢？哇，有影真麻煩哦！個飛機，幾隻飛機要做seasoning。半暝12點㗎啦，去做seasoning呀啦。就幾隻 ，because 伊個使時嘅24點鐘到48點鐘，所以1日到2日啦，你都要時。特別伊個有影真麻煩，特別下鹽right，下鹽佢下啲裏邊，然後佢計 massage 嘅。飲沉糖。嚇對。飲沉糖，攪了，你無講我特別睇頭衫咧。頭衫？為飛機嘛就頭衫。我來是有一個plastic 的掛口啊。唔是，我伊個皮啊，你叫我甲吞我手來。你是計頭衫，你是夾伊內邊的油個了出來着。我就你在伊個飛機嘛是伊個飛機白了，外口一層飛機皮咯。我就要吐入去，手就要擠出去個皮甲伊個白嘅動位。甲貼，互伊破去，แล้ว可能我鹽甲係熱，無我鹽係未熱。Because 我看迄個 YouTube video 是講，你特別夾伊皮會底油嘅，然後出來清氣，啊，你個再抹鹽。嚇，對，無你吐互伊吐空那個抹鹽，你無伊個皮黏掉伊個白淡薄嘛。你計頭衫，我睇你計頭衫。แล้ว我嗰度做伊個內粒零嘅位，內 breast 嘅位做喺零嘅嚇，แล้ว佢就頭殼特別伊個腿入面佢就貼伊個腿嘛。別怪唔幫嘅內零幫嘅骨，伊零只硬幫呢，是伊卡甲歹幫，伊殼歹頭，伊卡壓掉個水個歹頭。掉本嘛？你想下，你內面衫是唔是頭安尼？當然會頭剝出來，你靠你俾偷殼嘅，偷地殼。下嗰度卡嗰度穿中到卡只卡，那個。安怎病你RA期3支去？變咗我件事特擺滿3支嘅。แล้ว OK แล้ว開卡แล้ว就貼แล้ว啊等。貼抹鹽。抹鹽是係咪數咧？抹鹽是。抹鹽佢嘅 scrub 咯 ，body scrub。Kiss bar body scrub， 落啲垃圾嘅攞出來啊！冇，係咪？你咪偷曬時，你咪把你磨攞出來個折磨你啊個。對，條磨。你看啲磨個惡啊！呀，歹看要死咁就咪落看到。แล้ว特別冇看到磨啊！啷貼嘅啦嘢。對，一條本冇做一個清氣呢。即係怪清氣本咧，compare 到別咧。อันนั้นกุยไปได้เชิงขีแล้วหมอแต่ที่อุ้ยแล้วจะนอดเดียวแต่ไม่เป็นโจตะกี้จีอาที่ชูไลบินแต่ไปโจให้เชิงขีล่ะสังกัดสัญญาสิอ่ะของใช้บุใช้กับใช้อาสิอ่ะหรือว่าของกับใช้อาฮะรู้ชูว่าสิกองหูหลังว่ากองหูหลังบ่ใช่กับใช้อาสิเขากันหนังใจอ่ะ唔知喎這個是แล้ว攏講好人真正食咩菜？早起我每日都冇甲我講過。你唔係話咩？你未記我每日講你真正是煮咩菜誒？哦，講好人。我係嘛煮隻物件，即你食燒吧，你講食燒吧。食燒吧，即你有雞，雞先得煮。雞是白斬雞了咯，我物件白斬雞，然後就是特別有糊是 any kind 啦，我較濟是 steam 啦 ，steam fish。steam fish 學嘅話得講？蒸糊。脆糊。哦，唔是脆，蒸糊。蒸咩使脆？蒸時你有得整。蒸糊是咁乜啊？
嘛知政府是 government， 哎呦，政府，你是假嘢對依虎呢？對我講政府，我冇講政府。政府啦呢，政府啊呢。嚇，即係聲 OK，正是旁。政府，吹虎，吹人都吹，你係點解係咩用本嚟吹？你是本唔是吹小華語。本虎，吹虎 ，OK， 吹虎啊！特別這個真正好料嘅咯，物件嘅了。特別有成日講山珍海味啊！嚇，古早無類人無通食物件，當見嘅了搬出來，有雞有魚，物件嘅了有肉嘅，就是有特別有。然後有食你鮑魚，有。鮑魚安怎煮？鮑魚炒菜。鮑魚無物件，係佢哋殺佢哋 broccoli 啊，了係切一片呢，無啦係切一片呢，佢哋鮑魚喺啲菜頂面咯。鮑魚是罐頭呀？對，鮑魚罐頭罐頭。伊是攞粒嘛？罐頭一罐裏邊有攞粒。罐頭一罐裏面攞粒呢？一粒大，一粒細。而且我唔係食過鮑，我唔係食過罐頭嘅鮑。I mean，我唔係買罐頭，我喺到啲 restaurant 食鮑魚，我唔係食過到啲厝做嘅。你嗰時真係冇人食，fresh 嘅嘛？鮑魚有 fresh 嘅咩？有啦，真係冇。你去台北？特別佢煮嘅喎，有攤買。你去成日啲海鮮嘅店買啊？啊，嗰啲有攤買，然後就別家己煮，家己哎呦麻煩死。鮑魚我唔知鮑魚上面按照看，鮑魚上面嚟，鮑魚是鹹殼嘅呀，鹹殼裏面嘅呀，你知哦？你唔知？我有知啊，你喎。來邊啲學嘅人嚟website。伊上家咧邊針版嘅咧，佢哋 brush 你可以白燈了。係你唔是海有冇燈啊？唔是啦，咩事啊？我乜你知？唔是哇？讀上面嘅。รู้啦。是我讀咩？問下啊嚇。我落音把跳佢嗱打鬼嘅聲。我講鬼個事先聽到見哪聲誒？笑啊 ！stop 我對你落頂啊！我啦，嗰時真係唔要見到創嘅啫。咩啲專講 like glam one got shell 哦。你成日鹹殼呢，即是有女人嘅鹹，冇女人嘅鹹，就是去古關那夾平白。咁同叫古氹白咩？古關那夾？一定有啊。冇啦 reclaim land reclaim 緊你試行開啊，玩。冇你是先關那夾，古關那夾邊個有關呢？古關那夾是 Esplanade。冇人去啊！垃圾水嘅了，有毒我唔知。แล้ว隻鹹隻咧有女人嘅鹹嘅鮑魚。แล้ว隻鮑魚แล้ว你講你切一片啊，你冇特別淋甚點就定冇？對咯，伊罐頭裏邊都有佢哋汁嘅嘛，แล้ว你夾佢煮可以係 start 下，再結拍攞，對，拍攞你咪淋落去對面，佢好食咯。哦，แล้ว伊是零零啦。你是干那藍螺轉的咯，แล้วก็อีบรอกโคลี撒轉，你鮑魚咪嘅煮嘅啦。咩呢啦？我不知係差唔多，可能藍螺。你藍螺伊就零啊嘛。我不知係一頭姜 restaurant 嘅，伊係你一個頭姜。一粒呢係頭姜啦。誒，你睇你一粒呢，人食一粒，你到厝買。你講一個罐頭有兩粒，一粒大一粒細，然後大你就叫嚟切啊，細冇細使切嘛？如果你切一片啊，對。誒，我知 restaurant 即係幾粒嘅哦，還是一片？一粒啦。哦，你咪一片嘅都是嘅鮑魚。誒，我不知佢你嘅鮑魚本差唔多，伊 texture 上啦，比較冇上。 Of course 啦。I think 冇你garing。是啊。成隻米粉嘅呢？米粉啊，一隻潤潤嘅咧，一本咧 QQ， 我咧 QQ。誒，Thanksgiving 或者人做鮑魚，會使本。誒，主要就係正嘅鄧人啊，Thanksgiving 是
樣是做很的咯。煮特人食啊，食幾隻呢？嚇，有陣時有參喎，有陣時個帶個飛機個參啲有陣時無，有陣時是跟他食Thanksgiving 是食啥食螺啊是。啊，當煮特人食啦，咪食飛機啊。未話阿嬤安會食飛機。然後你煮一隻可以家己食好。阿嬤特別我個食，煮個博士我家己特別食咯。煮幾日咧？9點7早8早就起來煮個幾點3點就有通食。冇啦，2點食，1點幾2點咯食。是啊，煮啊佢哋攰。煮幾日啊？有影啊，煮到要食啊，借落來時都無通，無愛食，比較煮小久嘅事。可能兩個就 try 過，可能落 in 過啊，是個 try 過。แล้วOK，講到啲先正，講到啲先正食爆虎一個啊，佢就蝦，燒蝦蝦嘛，佢就蝦。哦，但係幾年就一爆虎咧，哈爆虎就爆虎，哎呀，爆虎三隻是食蝦米，食個食鮑魚人嘅鮑魚，你看人咯，都冇見，都冇意思嘅。咁啦，制食鮑魚就種大樹。喂，種你到路咧？你嗌你種嘅做咩種你隻鮑魚啊？你夠食咯嘛？意思是講。哦，like that 嚇，OK 咯，使。แล้ว食白虎แล้วก็จะมี講食蝦燒蝦食龍蝦就燒蝦，唔係龍蝦食蝦就有蝦食不有食蝦燒蝦，食魚年年有餘，食 broccoli。成日面斜斜，食 broccoli 上邊有鮑魚，呢本條本有。兩個答案未？食雞食雞我未有，唔食真係做。你叫定到你香港嘅你其實咩出戲啊都叫咩？菠蘿咩叫？香港我就係潤達華做嘅，依個咧他咩雞眼石啊，呢啲。而家咁樣做嗌啊？唔是，人個咧人拜雞嘛？拜咩雞？依時間邊係咪卡羅王子嘅做卡羅王子都成啊！想乜聽句嚇？我未記啊 ，please chat room 嘅人可唔可以跟我講？你叫做咩戲？香港嘅是香港是潤達華做嘅，任德華。超戲啊！超戲本啊，แล้ว個依昂波是啲波唔是啲波啦，另外一間雜貨名李香琴。依做依個依即叫塔塔拉士的質係咩啊？塔塔拉士的質哦，你話依是一直都拜雞昂啊嘛，所以是無愛食雞，你樣是拜雞嘛，所以咪食雞咯。你人佢講嘢，你唔食啊，真係做啦，咁唔食雞真係做雞。你是咪較老嘅人其實咁講嘅嘢？我想未起名，係咪？你要食雞眼石嘅咯，雞眼就係到啲係啲頭嘅，目睭嘅。แล้ว拜樣嘅嚟拜country 什麼到啲 Borneo 人可能，係咪 made up 嘅啦 ，made up 嘅啦。我只估嘅戲，只估啊！呢個只後生個啩，不過會記了伊款。呢種叫咪 still OK 嘅啊？哦，對。誒，等陣你會記你面戲咪做咩哦？未記啦。他媽每個字我知，我每個字我知嘅就我知就是個笑你冇人會係教你講這戲嘅咩名？等陣我有問什麼 message？你成日你會淡薄影響哦。我知佢啲穿白色西裝嘅呀。對，你穿晒雙角呢？這我每日看頂到啦，咱看你香港嘅連續劇吼，伊一出戲叫做咩啊？伊個李香琴做伊媽伊做王母了，伊是拜雞啊，然後拜雞啊，伊叫做了伊囝是潤達華成個事啊，伊叫做卡羅王子，你媽叫做塔塔拉士職質，然後你記係一出戲咪做咩哦？是 TVB 嘅 drama 嚟啊 ，TVB 媽媽嚟掉。我想講是。唔是 movie 嚟，唔是 movie 嚟。OK，唔是戲嚟，伊是連續劇嚟。
無人曉喎。呀啦，你古嘅物件，我哪個人會記？我袂記啊，但未必我想到。我有印象，但係我袂記伊叫咩名。我會記淡薄。咧伊是伊個王呀，樣是毋知條趕出來啥物啊，互人逃走出來，伊個 country 嘅時，伊走去香港去住，走去香港住，特別去做工，響成啊難民嘅響嘛，咧伊個王母特別走去賣點心嗰隻。你是咪街集啊？唔是，伊賣啲雞面嘅。這出戲冇有周星馳做嘅，兩個是。是啊，有咩？只古周星馳比出名嘅是。哦，這個是有。未記啊喎！媽就下掉媽寶提子，掉媽寶提子，掉搞咯仆住碰下。媽寶提子，掉，你要少少糯米 mix， 所以叫媽寶提子，要是短些。短菜，周星馳上嘅是短些，係咪？冇啦，已經上一個人做呀，你上一個人做，周星馳另外一出呀。各位指教，有時候人教我講叫做媽寶提子，冇看我只上個巴士，想被佢。哇！咱話第一個舊走啊，走過去講嘅 Thanksgiving 走去媽寶提子去。OK，對嚟。OK，แล้วต่อ去到底嚟 Thanksgiving 個，แล้ว人個煮會嘅了時啊是按照煮。時啊，係人做冇咧百葉開嘅係咧，做開大係你成都裏邊攞節。攞節咧，伊個雞皮嘅大。對，這是 seasoning 嘅purpose係咪？就係做開大係啊。Actually 對攞嚟，伊頭一個 purpose 就是鹽加糖呢，伊個 chemical reaction 呢，伊是伊個鹽嘅走入個白裏面。แล้วอี retain moisture เป็น做อี做喺白加 juicy 咯แล้วอีก็ at the same time อี flavor OK แล้วอีผยก็อีการิงก็นะฮะก็เป็นสันนับนะ對別個都係48點鐘嘅隻菇แล้ว頂到我做嘅我是係尖水嘅我覺得講係尖水呢原本是A 辦法是差唔多像，但係你係真濟鹽，真濟浸到啲水，而家就是伊水嘅 solution 鹽入去嘛。แล้ว特別你浸水嘅時頭一條，你係只鹽，第二條伊皮袂加冷。I mean OK 啦，唔是講真差啦，特別伊是無呢打咯，無呢打到伊都別呢加冷咯。所以頭一擺都是，我頭一擺做打呢，我唔係做嘅打，我看新嘅 recipe 我 feel 到 OK 咯。了，即係2011年我來嘅時候，想怎樣做嘅？上本啊？無2011年我是2011年我有做了啊，我有 Brian 啊，唔知我有 Brian 啊？未記啊，就估啊。我會記我係你白皮冚掉，但係你看到係 foil 冚了。Superman shoe 頂到我是係你白油冚掉。OK。冇咩想本啊，冇咩想。你擺到對嚟時，我講應該冇想辦法啊。because 有啲人去研究啊，都冇想，係了你就看你就。就是係對，就是對。但係我講嘢會幾好食都冇對咯。係咯。特別我垃圾伊個hình白咧有淡薄大。我垃圾是因為我補小菇嘅時候，我查嘅 temperature 我查唔到你叫我夾出來查幾多刀啊。然後我垃圾就我應該。就會較早夾出來 test 伊 temperature， 我夾埋就等伊我嘅 temperature 係咪寫 OK 啊？嗬，我夾出來時我 test 是有嚟已經是170度啊。我感覺就係 on off 嘅 time 了，伊會點寫了 off 走去啦嘛，走淡薄。所以唔要緊，我再過 test 過。test 個好食，加叫我來哈。特別一年煮一道就成，可能我是冇咩記。被落。平常時俾會記冇咩人吹啦。你無 Thanksgiving 嘅點先係時有無嘅 ？try 人機咯。啊，邊有賣，因為賣會記嘅。normal 嘅機。成個輕版咧，等我指甲咪，等我聽我指甲嘛，看伊個記哦。看我指個記哦，喲。等看佢講咩？煲提子唔是係你咩？唔是高真嘅嘢咩？
唔是講真嘅嘢，伊是到啲borneo有為記。你走條頭走去香港嘅，尋伊內驚啊！對，伊一個驚，一個驚到啲啊，即個哎我袂記嘅 country 叫咩嘢？哎有一個名，乜嘢 country？伊是到啲伊國有。了特別另外一個囝甲伊媽就頭走出來，你伊囝是歹誒，就伊做咧昂是歹誒哈。你走去香港會大一間，了啊特別伊毋是古裝誒，了特別那個 OK 了補了，無阿未補伊整個，阿未補伊整嗰時啊內節，了要補誒時特別夾伊個喂行路，特別下個巴度。แล้วก็ปตับแฟนให้ล่ะแล้วแห่ที่บัตตูตัวนี้เต้ที่บัตตู是做咩哈平常時是做 pizza 咯你是講做咩是咪แห่บัตตูบัตตู是伊個บัตตู係小桌嘛都因為伊有緊是阿伊會底條真正桌對啊所以你แห่半點鐘到啲伊บัตตู加伊個迄個鼎迄個木琴桌個拉門蛋咯你按咗出來先啦按出來แล้ว喂 smoke alarm 就火車會唔會來啊？驚死啊！你是我咪每 Bruce 是 connect to 咧 system 啊 ，because 我 security system 就是單條，是一套通去，bomba 來啊。有啊，有幾啊時到到係只去補咧時，我都係油咧時倒落去是黐叉呢，又氣又炸。แล้วชีชาแล้วสิตัวว่าสิแกคิดปูเสียบกับหุ่นจริงอ่ะแห่ยี่เช้าอีตันเป็นเจ้าข้าแก่อ่ะสิงเช้าตันเป็นเจ้าข้าแก่สิงแล้วก็แกจะคิดปูแล้วเสียบกับหุ่นจริงก็เช้าอีเขาข้าแก่กูจะเช้ากูจะแก่แล้วก็ปูกับเก้าจับหุ่นจริง你看一隻雞ปู落กู2點鐘半差唔多3點鐘แล้วก็ดู resi party 就เสียบกับหุ่นจริงResi 就是講係吃穿啊！你嗰度要看伊哪粒冷嚇咩事 ？temperature 嚇，你冇冷嘅 temperature 嘅卡 temperature 個冇相。哇！而家真正麻煩。你知唔知做咩事？做咩係吃穿？伊個吃穿嘅目的咧嚇，是伊個南邊或者係 juice 咯。然後若是講伊做嘅時候，伊 protein 自伊個 juice 出來嘅了就，所以若是你做嘅時候，你刮一下，伊 juice 甲它沖甲它出來，你變做無 juice 去。有陣時你放掉內面咧，伊冷嘅，伊到端伊無呢做，啊到端伊個 juice 個 spread 到端去伊擺位，啊切嚟時就無呢轉出來 juice。即隻飛機有影啊，艱苦啊！我真研究這幾年啊，10幾年我研究。梗係這學問喺內邊嘅，做一隻飛機你看啦。啊啦，你伊配下邊講咧配嗰條薄咧，baking soda。baking soda 是可以碰啊。baking soda 是豆係 help 伊可以加冰help 伊 brown， 有 help 伊做可以加冰本來 because baking soda 你想做你嘛做你嘛唔是 baking soda baking powder， 你嘛做茶小白時啊，伊嘛是有外口伊配有係 baking soda 啊。唔知喎，佢講會曉嘅咯。伊講我做呢嘛，要拍住安尼，伊說得伊拍工咧，無你baking soda，baking soda 係試掉伊個會抽伊 moisture 出來，但係伊 help 伊 brown 伊個 skin 咯。這是學問。了個有做飛機開出來下穿啊！我未記講你下你 Superman 個。頭一道做嘅時400點高度時，特別係你小卡咪一拎起來，成比基尼。然後第二道一個嚟嘅。because 伊拎唔使拎較快，輕白較快色，所以你冚掉你 foil 咧，伊度 deflect 伊個做起，所以變咧一邊係你伊個推白較笨咯，較笨色咯。because 你小細水冇表冇好食大我就 feel 到特別大。冇 moisture。
特別無錯錯훈훈啦，是講我 of course 無錯錯 at all。แล้วbecause 佢赤嘅時會頭隻。actually 好似我當當晚我偷偷去食就 OK 啊。แล้ว of course 邊啊，伊個腿吧 ，of course 腿吧是較 juicy 啊 ，because 伊無上大嘅吧嘛。佢咪食嘅雞腿個。你聽見未？唔知你講唔是講就好食咧。特別這種唔知我冇 try 過，咱會 try 咱嘅自己咱講試嚇。會使。係啦，目棒啊，人目棒。有啊，講我有。人聽這 episode 時，我係啲目棒貴曉，就會人聽現場啦 live 啊，人別人頭做工頭聽嚇，只做人睇看 YouTube 唔是 Instagram live 咯。你看見俾叫誒，即 tripod 即係倒咗，繼續 Instagram live。文山尾 tripod， 你即文山尾 tripod 都當然啦。我是即文山尾，但係冇解文山尾，我看到我 tripod。當然即我看到 camera 一借掉你 tripod 就是借掉，但係掉 tripod 就是文山尾。佢女仔咪幾17塊？冇我咩咁笨嘅，貴貴咋咩？我講條度啊！你特別直接用翕相已經講 OK 啦，得。其實你 camera 冇架樓，應該是會使本。OK 乜啊 ？camera 架樓。แล้ว OK แล้วก็白行咧，我做白行物件，多謝。冇啦，咪講做切嘅 process 頭先。我唔係講佢啦，用 electric saw 去切嘅。是喎。哎喲，驚死啦！你看過切咩？我係咪數就會用 electric saw？electric saw 是講你會多嚟本好啦，你那是熱咧，伊 juice 出來，所以那是你用古裡面熱的，伊 juice 佢 retain 嘅。我看啦，你看，只灰機咁樣。因為咕誒是，只紅地你講。伊咕誒，伊熱掉，伊 sauce 咪他咪都。when it juice 被擠掟出嚟咯。等陣攞嚟使看下你 video， electric saw 去 video 安怎去？有咩？有有人翕咩？我有放啲 Instagram。你翕啊？人翕你對，你 Instagram 是 public 嘅。免對話。你 Instagram public 嘅。private sorry 別確定。แล้วก็gravy 做 gravy 是錄掉。冇看到。你冇看到啊？你搞切嘛？我跟他切呢咯。我真係少冇看到，紅飲我要多誒。macam accident 嘅啦，你 kitchen。佢就乜夾你抓嚟切，我要多。佢罐多嘅啦，你嚟邊？我冇吹到一罐我 still， 我唔知得一罐多。特別你讀機嘅 plastic 唔是咧，唔是喎，你 grill oil 啊 grill oil 唔是咧。我 check 特罐嘅啦，都冇撈，都撈出來啊。未必定到我拍到佢話，未必我未記拍到係成裝咧嚇，一到啲咧係頂掛嘅啊，一掉到係頂掛咋，我 Q 你特晚做 stuffing 嘅剝出來時，你頂掛然後落嚟，咧變做倒晒嘅了。你只借本咋？借。สุกวัสดิ์แล้วช่วยกัง做แล้ว做 gravy 是做汁啦對你食裏面有咩物件我做汁裏面第要緊嘅呢就是伊個汁哦做會嘅撈出來汁就係你特晚會嘅點啊對伊卡喙撈出來汁嚇喙撈出來無你點門就係伊油尋咪汁攞去配我啲咖喱啊嘛，伊咪是伊油咪出來咯。你特別用伊個會嘅油來做咯。如果咪是你係佢那條用嘅會嘅油，然後就係迄個特晚咧伊會嘅蘑菇啊，伊乾嘅啊，參雞湯。每個你跟係伊嘅蘑菇加伊乾加伊個乾，加去煎伊閃個。去煎，你煎嘅胖落餅，แล้วก็摕起來了時，伊個雞度你要淡薄，成個
有烏淡薄點淡薄逐粒食，你就好食比較香嘛。你見到皮喺你煎了時就比較香啊。然後就係你切嘅你大粒葱加是油大粒葱加 carrot 咯。係你杜米啊，我別見係bay leaf 啊，我依個係，我知道係 bay leaf 出去。bay leaf 我唔知叫做咩，學緊話。係咪 leaf 嚟 ？bay leaf 我叫做 bay bay leaf bay hill bay 是。海見橋海見有橋，看到 leaf 就橋對啊。同埋你說是你牙破，你誒嗰度牙能夠嚟 soup 咧？嚇對。แล้ว係。因為會啉我係 soup 個。我咪是冇啉了。你度攞啊？唔知喺樓頂 ，baby Bristol 對呀，一般。啊死，度攞落去。แล้วไม่กินนะ60杯，個幾人ไม่กินแล้ว咪是你就一油係你就冇你杜米香แล้ว你伊個冇夾出來嘛？杜米長頭加伊個即個紅菜頭，杜米加伊軟了時，你就係雞湯冇米粉先。對，我看到你係米粉。米粉呢，你是你會有三頭薑的油，你都係三頭薑的米粉。你若是五頭薑的油啊，主要個五頭薑的米粉呢，就 Happy Thanksgiving，Hi Julia Fisher， 這是 Julia Fisher 是別使講呀，係別使講咁時，แล้ว你就係。五頭薑嘅米粉就係五頭薑嘅，五頭薑油就係五頭薑嘅米粉。แล้ว你就只去杜米一隻，伊嘛是淡好咯。你杜米炒一隻啦，你炒一隻一個米粉味。แล้ว after 你炒伊嗰時，你就使倒淡薄伊個淡仔滴出來嘅油嘅，伊個滴出來嘅湯嘅伊個火雞湯嘅，倒淡薄啊，特別係你 whisky 燒伊，所以伊袂成粒。燒加伊了了時，就倒 extra 水 ，chicken stock 咩啥物係 chicken stock 係水呢？倒 chicken stock 去，無水落去，然後攪做咪是成個攞響去咯。然後你看到咯，你伊個雞巴，咱後啲時啊有鹽有糖嘅嚇，伊落去咧雞汁個了後啲有味素，所以我係呢，即水落去伊個啲雞湯啊，我免係就鹽。因為啲味素夠啊。對，這個真好食。了。藍花雞啊，藍加 mashed potato。我特別是驚無夠誒，而且無夠我嗰陣做過，我燒伊雞油起來。你把它用嚟做咩？冇啦，嗰陣做 gravy 咯，但是無夠。because 我係 gravy 嗰條咧，嗰條。嗰隻嘛，唔是 ？OK 啦，特別咱雞呢濟喎，我 mashed potato 嗰呢濟。冇教是咱嗰陣做。呀，5半嘅 mashed potato，5半嘅 potato。แล้ว咱個但係咧湯你看到我煮。我今日看到你做咩？你杜米嘅 puree 啊 ？cranberry sauce 冇有啦，特別冇只係是配 cranberry sauce 呀。你配淡薄。咱做 pumpkin soup 嘅時候，我看到你。pumpkin soup，我看到你做伊。菜嘅大係啊，金瓜嘅嚟炒。你是金瓜嘅係咪？金瓜嘅 puree，唔是金瓜泥。金瓜泥。芋泥嘛，芋泥是咧，即係咧芋泥啊，是唔是金瓜泥？你咪炒佢淡，等伊無水。滾頭嘅金瓜泥，炒佢淡咧，伊冇水，伊會水分走淡薄啊，嗬，我就開一坑。掃迄邊啊，開一空嗰度下淡薄咧散蛋頭下落去，伊度出散蛋淡薄，出油淡薄，然後就三牛奶粉落去，下淡薄牛，而且牛奶粉佢才加淡薄嗰啲，冇咩食到伊味。三淡薄牛奶粉落去，然後杜米係香，然後倒迄個兩罐散蛋落去。落馬不是？咁就辣誒。แล้ว係淡薄鵝糖可以淡薄啲呢，แล้วตัวเซฮวยหอยบันกุ้น
講可以慢慢講了，哎好咧是個到三淡薄 grated cheese 落去，parmesan 啊，還是romano pecorino romano 咩使，還是你cheese 做俾鹹嘅啦。對，因為鹹啊，淡薄香味淡薄咯，還是臭味啊，全部是嗰隻。臭味。pecorino romano 哦，parmigiano di parmigiano。咪講啊！安怎講啊？唔知喎。Parmigiano di Giorno， 對喎。唔知。Parmigiano di Giorno 啦，唔知我未記啊。成日你講 Moscato 呢 Moscato di Asti， 我哋那邊San Bay， ไม่น่า San Bay แล้วอันนี้เขาเนาะแล้วไปเสีย actually 我不是執淡薄你 pecan candy pecan 係就係定面嘅 Bruce 本袋啊咪啊。哦。係能做啊？買。做咩買？未啊，一辣你就乜啉伊，未使啦。咱食多幾啊？對，佢哋湯我未啉啊。你話？吹得巴。個你咧？咩？誒，阿婆係啊。阿婆，個時候你去物件？我個時候就講阿婆，咱做迄個目榜係，咱唔係到啲 Instagram 去做，咱到啲 YouTube 去做，咱個幾一禮拜我個名做隻 show，兩禮拜 Thanksgiving 兩禮拜，啊呐 ，on holiday 啊 ，on 哎呦天講 ，because 我嘅幾禮拜就冇影數嘛。Anyway， 我個幾禮拜個幾 episode 兩禮拜啊 ，maybe 咱都冇講幾啊，唔知啊，但我想話，so either 是到啲 Instagram， 還是到啲 YouTube， 唔知我唔曉得個。OK，等陣個時候我讀嘅時候，白頭毛嘅走出嚟。What for dessert 話妹？哦，啲嘅會死嘅擺。pecan pie 夾咗嘅 pie pecan 我爸講 pecan 成個夾咗咧。咦，擺講咩事？了個就另外一個咧，coconut cream pie，椰pie福建話叫咩？華語有叫 pie 啊？華語叫派咯。派咯，你叫派啊？派啊！派啊！椰派。椰派啊，超水。夾作派。pecan pie 加 coconut cream pie，特別我冇記住我訂 order 嘅。嚇，而且椰派好食。你知唔知我 potato？你知我 mashed potato 安怎做嘅？你看到？我看到你是用 butter 炒嚟咖喱，了你就下 potato 入面。แล้วช้าให้พังแล้วดูแมชปูเป็นแฮร์รี่ครีมรู้สึกแมชก็แฮอ๋อรู้สึกแฮครีมแล้วก็แมช啊！你看到伊無相嘅，就是我只 mashed potato 就無相嘅，就是講我無夾伊個 potato 滾水嘅，你看到？拍平常時人是夾去殺伊啊 mash 伊啊，แล้วก็倒伊 cream 落去嘅，我一頭夾伊 cream 嚟煮伊，แล้ว。mash 就是一頭 mash 參伊嘅水要 mash， 我無倒水啦，對。所以你炒香嘅咖喱嘅時候，你就一頭下你切好好嘅 potato 喺裏邊，了倒 cream 落去，但係你倒我係 one half cup 參 water cream milk 加半個 cup 嘅水，一頭薑嘅鹽 ，OK， one teaspoon 嘅鹽。แล้ว你下落去啊，你就一頭你煮好先嚟 mash 啊。我夾你嚟滾咯，因為未 mash 嘛，一定嘛。所以我就夾 cream 後，一隻滾咧，我就冚死開，係慢慢滾。แล้วรู้แต่ไปติดหลายเนี่ยอิน่าเสกเหรอเต้เหรออีแต่น่าไอเตียวเต้所以ติดหลายอ๋อหลายก้าวอีเสกอันนู้นเหรอทำตอน20 minutesเหรอเสกอันสิ還是รู้แต่ mash รู้แต่ mash เนี่ยเหรออี extra 嘅水咁樣熟啲เหรอ我嗰度嘅 extra 嘅 cream 嘅 extra 嘅 chicken stock 個แล้ว我平常時是你買呢 heavy 你買係 cream 咯你係係 half and half OK
chicken stock 咩使？就是你買 cream 啊。แล้ว特別我是介意咖喱味นะ因為咖喱味出到啲 cream 味嘅了啊嘛。我杜米啊出到啲 cream 味。這是你看 recipe 是你自己看研究的，看 recipe 嘅啫。這是無相嘅做法。嚇，我做嚟做去，我是暑假，我暑假，我暑假一殺到啲水殺嘛。伊味素個無相啦。嚇，Thai style try pumpkin coconut agar Thai style，切 Thanksgiving 喎，咩先就 Thai style。哇！就 Angmo style。Thanksgiving กรับของกระทะ是จะ agar Thai style。Thanksgiving ก็คงเป็นของขลามหนองขานะกินหวานไม้ดาวเด้อนะกับไม้ไทยกิน Thanksgiving 同 turkey 我就น้องครับแล้วก็เราก็ได้ต้มหม้อในขาเนื้อ gravy ต่างขอบช้ำมาครับใช้แล้วหนองขลามสิหนองขลามนี่ครับ 哇 channel 都對，即係 RDM 卡咩時就是變閃嘅啊 ，RDM 阿咩時卡咩就是點鬼嘅時就是變閃咗。RDM 咩 ？Can fit Thanksgiving do a pumpkin， 你講 pumpkin 嘅嘢 ，pumpkin coconut agar。แล้วนั่นก็做咩個？即係煮啦 ，mashed potato 呢攞煮呢只。？No，你大行都唔是滷煮。stuffing 度 stuffing 差唔多一半stuffing 是俾片嘅，你 stuffing 係做落去啦呢。所以咧，使我不得有，唔是掉。有淡薄 feeling 嘅不得有。有冇 feeling 下同幾點啊？唔知。差唔多9點啊。9點你咋？你話？你早嘛？大家去 shopping 度。我未困了。係咪未困？咱都未食個未困。我都無啦，去 shopping 嘛在。馬仔你要食早餐咩？唔是渣車，是你要辣有辣，你食較濟多雞嘅雞嘅。你啉一後酒，人食特雞，食啉酒，你困食10點半，肯困嘛就去8點9點咧醒起來，仲要換衫去 shopping。Black Friday sale, here I come。sale 啦，橫正嚟浪。嚟浪。我拜個。我拜個嚟浪。我拜個嘅摩拉嚟浪。你就講一個摩拉個喎嚇。摩拉唔知喎，摩拉雞。冇啦 ，OK， แล้วเขา講個被講咩個 Thanksgiving， 係แล้วอัน做今年比較定到8年整成咋，咪咪叫冇想咯感覺。你經驗加教教。對，咱哋幫教小英文叫我叫你教啊，我看你教啊嚇。我冇教你哦。你冇教啊？我係啲話嘅，ภาษา馬 group chat。你係咪學我買 resolution 嘅關於 AirDrop 啊？OK，使。แล้ว是這個 episode bằng是咧，我使去 Instagram 嚟看，話2011年嘅時間2019年，看得兩個人到。因為而家你9年前嘅，我8年前嘅，我嘅錢呢，我係見哪那邊，當見老啊。當然係人豆咯，唔使講。老一級人豆，成個酒嚟看哪老哪人豆。Vintage 都話啉過喲。Vintage。成個 XO 嘅。對配同埋嚼對咧，是計價零。成個話會記嚟講。當然你是會記配。佢炒你是記配。對，定到自己嘅。當見變菜雞而家點轉？特別係飲。如果話沙都有一種物件無相，就是我買啲較貴嘅嗬，伊配啊。一嚿，一較準，迄個平常嘅會記伊配隻薄。because 古早話來時，我無看到人做煮，我唔知俾人做係記。就是講你經驗咧，後一道咧是較照舊咯，你看到shopping啊，忘記做物件。頭看個尾，即個去 shopping 嘅咧。定估是擺我是來舊啊，對厝的食，很時食。你當見人講起啊，人見到人食人會記餐咧嚇，食人會記節食了，
人袂，你個要留到啲美國嗰幾日日嘛？你要做咩？我要去。馬仔 shopping。因為我按 Friday 係咪啦？我按拜個嚟浪地摩拉。嚇摩拉了。了，買咯，買，咁我冇累嘅了。來買你買個？我唔知咧。上學生啊？上學生。馬仔，我驚可能買咩？免驚啦，你看你物件無。有命是女嘅就是女嘅嚇。對是，無個好。無個較好買了女啊？對啦。你免去啊！一頭都買啦，咁你免去哦，買了女。我俾你看，我去你兩邊買偌濟女頭先嘛，夠女嘛就買咯，無夠女咪買買咯。你個純女咩？你買後你買隻隻啊，唔是咩？我問到我買隻隻。你欠啊！你欠掉啊！你對馬來西亞嘅行嘛？啊，咪我對馬來西亞是你嘅行嘛？唔係。我唔明嘅 cash 佢。唔係，冇啊，輕了，我個對。啊，免咧。然後我存偌濟，我就是買偌濟啦，先嚟看呢。這是啲 smart choice，OK？哦，你存到這裡。嚇，然後我就是存安尼這類在 shop 呢。其實冇講買隻隻，你買物件都無貴。是講嚇，當幾你咪學我行類嘅，我個看到隻這類嘅，一半年後我個隻欠類，你看啊，未使你看呢。畢竟係明年都見面啊咩？未使，嗱佢知有 inflation。inflation 咧，啊，你會使行路美金咯？你聽我美金啊？我希望伊美金會 drop 咯。哦，可能去。嚇，就是咯，你看咯，就是你看。可能我係你小政府，自己小嘅狀況。小叮當。特別係小未夠過。選股是明年咩？啊，明年選股就係嘛，安尼是就跌出啦，已經未啦。我感覺伊會老啊。伊係死人面。anyway，佢啲頭冇個包嘅。แล้วแล้วจะทำไมก็หาโอเคแล้วลูกก็ไปช้อปปิ้งเนี่ยก็ไปจบไม่ก็กันช้อปปิ้งเหรอแล้วลูกจะไปคิดเจ้าแม่ต้องไปเจ้าปะชันกันมาอ๋อกูซีชันไปเจ้าฮะลูกไปเจ้าไม่ชันแล้วไม่เจ้า cheesecake factory เจ้าเดี๋ยว cheesecake factory จะไปคิดเจ้าแล้ว because บ่ตัวนี้บ่ทันเจ้าshake 你看咪咁面咧，because 新加坡有แล้ว shake 講我唔知 actually 我真係就要 shake 我不知啊，下面本我唔知道唔知佢 shake 啊 Korean barbecue 啊我唔知佢 shake 啊你唔知佢唔係唔知啦但係只點解冇開呢冇落股呢所以只人所以冇愛只人如果冇愛去嘅免我知佢啊免知แล้ว你把刀有機會你把慢慢去食會使有你講要坐我去食你 Korean barbecue 咧Korean barbecue 嚇阿冇媽仔咧就 Korean barbecue 啊佢哋食 dinner 啦，我 shop 個冇啦，佢哋食 Korean barbecue，佢會食嘛，because it's buffet 唔是。Korean 啊，有，我未學過再去。有啦，計夾俾佢去。一個有攤槍嘅好食。一個即係但係我朋友愛去唔知嗬。嚇，你識冇樣本？Elsa 嗰個去。Elsa 嗰邊去啊？嚇。伊紅做工免都免出咯，人去人做叫 Elsa 去啊。伊 frozen 喺度俾食 barbecue。伊好食哦，伊係即300嘅好食嘅咯。哎呦，咪講緊流話。你會食咩？食落地雞啊擺啊，30馬仔呀，咱去嚟浪食啊，無辣咧嚟食啊。你屋企喺韓國 barbecue 咧，食啊，佢咪食邊個？係咪 Vietnamese 講食 Vietnamese？使 Vietnamese 使？好似係哦。Vietnamese 都出幾頓嘢就4頓咯。barbecue Korean barbecue 你會使食 Vietnam 冷個啊拜禮拜禮拜凊彩我未記啊我真未記未好對上面做工我又唔是對於新加坡做喲渣你未記2點未遲哎呀2點呢但係未食 lunch 咯咩 breakfast 咯食 breakfast 咪好咯 breakfast 未食 lunch 你 breakfast 就叫我食擺嘛是佢食turkey 你擺食 turkey 2點入面數12點都未夠啊12點幾 domestic flight 咩你咋夠啦一般人整到咩你一般你死你呢 try Mexican food 喎叫 try Mexican food 喎咩我禮拜就 colleague 帶我去食 Mexican 呢 okay so 咱去食 Korean food Vietnamese food
Cheesecake Factory，了個一段個拜五甲拜六兩段。拜五啦，唔是 Cheesecake 阿 Factory 婆嗬，加 barbecue。啊是咱食 barbecue 個 Cheesecake Factory。嚇 dinner Cheesecake Factory 就啲 plaza，特別冇 plaza 冇我嚟頂，嚟緊前菜我使個嚟想落段一個嘅 Vietnamese 禮拜早起都去食 Vietnamese OK？誒冇，嚇拜六早起，แล้วเอาไหม咧拜六早起食 breakfast，冇食 dinner lunch 食 Vietnamese food 咯。dinner 就係咩 dinner 食，伊冇食嗰隻嘅另食。然後以前嘅叫就係 Kama Sutra，Karma Sutra 啦，唔是 Kama Sutra。哎呀，係咪 Karma Sutra，你神知嘢。唔好意思，Karma Sutra。แล้ว個水河嘅一段係咩？水花。OK，等我問我係 crystal ball 啦，我甲你講。OK。了 ，OK，個當然就講個一邊先啊嚇，了當若是直接要看我目幫嘅咧，目幫肯定我，哎呀唔知目幫到底得啦，我佢想未到個，either 是 Instagram 還是等住你哋想到啦。特別 Instagram 嘢啦 ，because 人啊，人哋講過，人講過了啊嘛，咱只係唔咁樣想唔知，跟你想啊 ，maybe Instagram 啦嚇，了OK，講個一邊先啊，แล้ว這禮拜我特別嘅邊咧就是 Maggie Mee， Maggie Mee 其實伊有落過一集，我笑了冇幫過。佢家講，你是我 emergency 嘅，所以我是我笨蛋嘅事你係話，唔是笨蛋啊，我唔是笨蛋啊，冇笨蛋啊，我就是 emergency 咋，我是 emergency 冇電啊，上面未落啊，แล้ว啊冇就是頂住冇電就到時就幫 emergency episode 咯，แล้ว冇電啊，冇就是第二正我來就落一個咯，嗬。我去 shopping 嘅時，啲車裏邊落嘅。你聽下啦，幫我 preview，掉車裏面掉，我 preview 可能看啊，可能聽到冇？安怎？你個吹掉？我吹掉，我知道到咧會有。第二正嘅物件都會記哦。我笑起來，我就講這是 emergency 啦。我未記我嘅聲啊，先唔得看呢。Emergency one，我係叫人坐，我笑一隻笑，佢一啲笑。誒 ，because 佢一擺我來時往是夾隻股無拄到一下都係啊。幾年啊？嚇？恁老朋友嚇啫，老先11年。一點正嘅人講，又講阮。當今啊？古早唔知喎。當今冇呢個講老啊冇啦。System preferences sound， 喂 sound 人都幫佢啷個聽到 ？Sound is study 之類。Okay。我。哎呀，各位聽眾，幾個禮拜了，我個在請到嚟我台北嘅邊是 Maggie Mee，佢就嚟到對嚟教人講，這是攞清楚嘅 Maggie Mee 嘅白豆米菇呢。然後我哋講我係告訴就是，那都似係咩？你係明嘅？我唔知。係咩？的確。啊，啲冇像啊！誒唔對，唔是咩？是咩？斜背。斜背。我之前都攞正嘅。斜背。啊！啲度赤佬我哋啲bằng嘢啊。是咩？我唔知。點解？斜背。痴迷篤定。即是有可能 emergency， 我聽到這 episode 就是 emergency 啊！這是係咩物件啊？嚇？什麼痴迷篤定？係咪篤定啊？這是咩？各位聽眾，哎呀！哎呀，我叫殺佢，這是 outtake。個咩嘢？個咧 give away 即不能學嘅，即冇啦。舊呢不能美國，即係較舊嘅，即係2006年。即係
無可這少能。夠一個呀，各位聽眾歡迎，嗱，邊兩個見嘅節目，即係禮拜我哋嗰啲廣告落節目，唔是到啲話嘅電台裏邊。因為現在就講，我到啲日本咯。即係古咯，即係未放過本。一個就 UK 本又未放過 UK Reserve。UK 啦，即是夾冇話白咯。Masa ABC 咯 ，American Born Chinese 咯。嗰時即係佢那裡 Reserve American Born episode。Chinese。然後你看啦，你 OK，而家講這邊講這邊成嘅啦。然後我哋去目標嘅，我哋去 Instagram。食會記，食會記，食會記。我們去食，我們要去食會記了。OK， 各位聽眾，感謝咱收聽。Insta 啲 live 很屌聽嘅人咧，就會是 Thanksgiving 11月18號，今年1919年嘅人咧，還是諗1919年嘅人。聽到很屌嘅人咧，讓對使去 Instagram 嚟看下目標。OK，拜拜拜。感謝我哋特別嘉賓，Maggie 個俾學嘅名我知啊。拜。誒唔掉手，哎呀唔掉手，等陣敲就係佢。OK，哎呦死林邊。OK，下禮拜再見，拜。YouTube 嘅人啊，未走過 YouTube 嘅人，咱就是頂一禮拜無看到嘅咧 episode 咧，咱就帶這邊啊，伊對誒，假如講無對看到頂一禮拜 episode 講開到嘅，然後這邊隻手邊嘅人帶啊對 subscribe 嘅時，就是講，咱個帶入正咧，往做現條手當嘅話，紅險啊 suddenly 紅險時候對要做現條嘅時，伊對假如講通知你這樣，OK 啊，bye subscribe 啊，一帶正，bye。